我那说，俺这人咋是比你嘛？真的比你嘛？他上头比你们的啦。那妈的没得那个伢的司机干呀啥？啥伢的没怕那个妈的家去拖呀啥？那咋把人打进呀啥？大家不了，都呀啥？家家不了都呀啥？没人比讲成呀啥？拉拉嘛了，你带一看着呀啥？公正的了，大生意看着呀啥？他不是家里边的当主人跟得呀啥？没什么大起冲突了，我打里面去检查一下，啥人都没干那个，呀，他的这个啥家，不得现在那个呀几个，啥家这样子，等到了咱的一个人给拖上你，他这前面的前期交接的你看出去，现在把前面的啥去的，呀，不知道这里看到的检查了。那我在这他对的保障命令哪一个帮哪个？上面小面这个保障名册里，全部看到你们查的了。没忙的，你忙的，做没你你们这些的，真打起来的，打起来。没咋了，忙到没有这种，你打裤子我还你这样的，没咋做出来没给，你要做出来你要给打起来的。哎，这对的，你要做出来没有？这里的，他妈的那只当哪里去？干多吃的，他马上看到我们你干多一堆配吗？马上这个大家去干的，看到我们没啥的，我这那个可以做没事，我没事，但那是以上的，当然，其他参军没多，家把干做这个压抑多了，一人家家的。这人咱们家都这里的积累，你知道吧？这里的积累，我看多没，没得了，没得了。他那边听我做现在就得空了，这了没也没得了，这了，那没他们这也没得，其他的叫我们把可以过的没，我得不去搞那里去给，我得不去搞你了，我你，我得不去搞了啊，我这人怎么到了？呀，打他你，我多少人把啥子打死了？多妈妈你妈妈一死了，妈妈那个出去东风一死了，那我这个打风一死了，到了天家给打风一死了，我们那让他给打风一死了。节目拿完他，老米的公安到这么一把，呀，过来听了公安有啥，进桥了听了不懂有啥，探桥了听了枪打的全部有是别打，呀，你知道吧？东部这枪把的3,000多噻，你枪把的300多噻，3枪把的3了200多噻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东部那么几多噻，几多的修车的枪多噻，东部那么3多噻。什么的，基本穿的全部噻。你那么了不懂噻，不懂的我们穿的全部噻。你那么了不懂噻，不懂的全部穿的全部噻。但对了，实际我那个穿的全部噻。咱那羊肉的全部噻，咱那了干部一让气的全部噻，咱那了马路的全部噻，买了了马步的全部噻。大家人了工厂没多人地产，咱们了生意，也没咱们。我们这儿子的嘛，不是，俺这里将军那里呀，应该，空着了，挺看挺的，空着了，两目出手，别把了这个地区心里，出门的都有人吧，也不把你全说啊。